先生的听众牛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文第53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3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五之所见，相见自心过浅。即嘛应该呢，爱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你言亦同亦不同如何？你若不同，当其莫色；若同，即当凡夫。即起慧心，你向前见不见是二边，同不同是生别。你自性请不见，甘密弄人，心会礼拜回向。即嘛呢，应该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在前面呢。就是讲有一位新会，伊是一个童子，只有13岁呢，就来亲近六祖慧能，而且呢，佫会甲六祖慧能大师来辩道理。既然伊会来甲六祖慧能大师辩道理，当然慧能大师呢就要甲伊考看卖咧。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就将伊的色量摕起来，甲伊讲三下了后呢，问伊讲到底你是会听，或者是袂听？那在迄个时阵，这个新会甲伊讲我也听，也袂听。那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因为在前面新会问伊讲，你伫咧坐什么时阵？到底你是见或者是不见？所以，佮就讲见或者是不见就是讲到底是有见到本性无？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也见也不见。那新会就搁再问伊咯，讲什么是叫做讲见，什么叫做讲不见呢？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的就是讲我之所见相见自心过浅。这实在外表甲伊看起来，好像就讲新会所问的，就是讲你在坐禅中，到底你是毋是有功夫，是毋是有见到本性？应该是伫咧讲内底代志。六祖慧能大师却甲伊讲：我之所见相见自心过浅。那这变性呢，是外面的代志，但必须了解。一旦我来看到自心的过浅应该也就是自己内心的回光返照。假如若毋是自己内心的回光返照，哪里会当我来看到自心的过浅呢？所以咱对六祖慧能大师伊的禅的实际作用咱时时爱甲伊重视，爱好好在这所在甲伊体会。咱毋通好高骛远，以为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道理，不过是遮尔只浅语嘛？这到底有什么款的道理呢？假如咱若是安尼想法呢，
就完全呢无了解禅宗的意义。那搁再讲甲夸讲起来呢，也等于无了解正果佛教的道理。就做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搁再继续甲伊讲见者就是见自心的过浅，不见者就是不见他人是非好恶。讲我所无看是啥物呢？就是无看伊别人的是或者是非，或者是好，或者是恶。就是讲别人的对，别人唔对，别人的好，别人的歹呢，这我拢无看到。在古早大德文来讲积己者可以成己之德。积己就是讲咱自己啦，会晓来反击咱家己自己，安尼就会当好来成就咱自己的德。咱修行有德嘛？那这个修行之德是安怎样积来呢？就是因为咱积己会晓来反倒转来积比咱家己自己。安尼就会当好成咱自己的德。讲积人者，适以中己之恶。讲咱若是无有来责备自己，来去责备别人，那责备别人呢，正呢就是正中自己的罪恶。因为咱将迄个毋对的拢推互别人去，推互别人，意思就是讲自己拢无毋对咯。自己拢无毋对，事实上自己的一切错误呢，完全拢无法度好来改过。所以呢，责人者适以中己之恶。咱每一日来反省自己的过失都袂赴都无时间哪里有时间来看别人毋对，来去怪这别人毋对呢？凡是确实实伫咧用功修行人，应该就是如此。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讲，我呢所看就是常常看到自己的过欠，所无看呢就是别人的是非好恶。甲恁讲，咱每一个人会当像六祖慧能大师安尼，别人的毋对的，咱拢无看到。也只有看到自己的毋对，那呢？咱在佛法上就有法度好来进步。甲人讲相反的，咱只有看人的是非好歹，也无看到自己的毋对。安尼，你这个人呢，就无法度好精进道业。在过去有一段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信徒。写一张批互一个禅师，就甲伊讲啦，讲因太太是安怎歹啦，因后生是安怎歹啦，因查某囝是安怎样歹啦，将家庭的每一个人呢，拢讲起诚歹，可以讲伊是非常的哀叹，就请教禅师讲，这要如何是好呢？意思就是讲，因遮人拢遮尔诚歹。伊呢讲袂听，无法度好甲改倒转来。希望禅师呢，甲伊提出一个办法来。迄当时阵，这个禅师就写一张批来甲伊讲你的批我有收到，我看到你所写的对恁太太、对恁后生、对恁查某囝，迄歹的所在呢，写起真正清楚，真正详细，我拢看有啦。但是呢，你迄张批内底我无看到你写出一句讲你到底有倒位的错误，有倒位毋对，所以到底你有毋对无毋对呢？我无了解。希望你是毋是当搁再写一张批来互我，你的错误所在有哪写出来？安尼我就会当全盘来了解恁兜的人，每一个人有错误所在，迄当阵我才教你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伊迄个在家技师呢，收到禅师的这张批了，之后呢就无搁再回批互伊。以后这个禅师来拄到这个在家技师这个在家技师伊的态度呢完全改变了。咱怎讲呢？
就是讲在过去，这个禅师无该开始才会话迄个时阵，这个在家技师总认为讲伊自己拢无毋对，拢是因太太毋对，拢是因后生，拢是因查某囝弟毋对。所以对因一家伙人咧，就非常非常的埋怨。伊写这张批来互禅师，禅师甲回张批咧，等于叫做当头棒喝。那就是讲，敢若像摕一支棍仔咧，对一个头壳甲割咧共款。伊本地咧，可以讲做是卖啦。所以心向外，只有看别人，无看到家己。禅师甲伊提醒。讲你的毋对所在，顺来写出来。迄当中伊就做一番的自我反省啦。到底是毋是敢若我太太毋对？是毋是敢若我的后生查某囝毋对啦？或者是我本身也毋对呢？伊就要自我反省。既然伊要自我反省，当然自己呢就会发觉到家己自己的错误的所在。那么既然自己有错误，应该先将自己的错误改起啊。哪里会使去怪讲是太太毋好啦，后生毋好咧，查某囝毋好咧？所以自然咧，伊就改过。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这个故事却是对咱每一个人会当好受用无穷。所以当咱目睭看人歹，当咱嘴要讲人歹以前，咱是毋是用咱的智慧眼，自己先看咱家己，是毋是用咱的心？先反省咱家己咱既然自己有错误，咱自己的过失，咱自己的错误改了啦，我相信呢，别人的错误呢，同款甲改正过来。所以就做慧能大师所讲的：常见自心过欠，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我希望讲咱每一个人将这两句话甲背起来，也常常来甲念早时也念，中昼念，暗时也念。我相信呢，对咱修行，对咱的进展，一定有真正大的帮助。一边讲是以易见而不见，讲是因为安尼缘故咧，所以我前面才甲你讲做易见而不见。易见所看就是自己的过欠，不见所无看就是他人的是非好恶。这是做慧能大师对心慧的开始。一边讲你言亦同亦不同如何呢？讲你所讲的讲也听也无听，到底这是如何呢？那这个如何就是讲你所讲的也听也无听，这又是什么款的道理呢？讲你就不同当其莫识，若同即当还复，即去回现。讲你所讲的听，也听也无听，这根本不对。咱讲不对呢？讲你若是讲无听，就敢像这个插头，敢像石头共款。为什么呢？因为我从迄个适中甲你讲啥个，既然若是人的身躯，应该呢拢有知觉，有知觉呢，当然就是听咯。你确实甲讲做也听也无听。你若是讲无听呢，当然就甲像迄个插头共款啦。安尼呢变成是一个无情之物。难道你的身躯是无情吗？所以你讲不通这应该是讲不通。这边讲若通即当还复即去回现。讲你假如若是会听，也哪呢完全甲还复共款。咱讲甲还复共款呢，就是讲甲你拍落你就听。一般的人嘛是拍落就听咯，我甲你拍你就听，安尼完全呢就是甲还复共款。即去回现，也哪呢你就去这个回现。这个回呢就是真回啦，这个现呢就是一种的抛现。这个回现的意思就是讲我甲你拍啥个，你心肝当然会受气你不但是会受气，你搁来抛一个现伫遐，搁一个现心伫遐。为什么讲现心伫遐呢？你一定讲好好，你实在真苦为什么你讲毋甲讲你将甲讲的互我讲甲听甲袂害去？所以呢，变成就是一种回现。
那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意思，就是讲你伫咧讲听验着，讲无听验着，在《楞严经》内底啊，咱世尊甲阿难尊者的问答中，阿难尊者呢，原来是真够甲咱世尊辩啦，咱世尊呢也是以即个方法呢来指伊的理解，就是讲将伊的分别心呢来甲伊制止掉。也伫遮六祖慧能大师呢，也是甲咱世尊共款，以即款的方法，将即个心慧的理解啊，来甲伊制止掉。那所以咪叫做讲理解呢，就是讲用个意识妄想来去了知，用个意识妄想来去解释世间的这事物，所以结果啦，就是一种的妄想的分别。这个妄想分别呢，讲来讲去，拢就是一大堆理由。那这个理由是毋是有符合着真理呢？无符合着真理。这个无符合着真理的理由，这呢不但是袂当好体验佛法，应该就变成讲对佛法产生真正大的这个障碍。所以知解之道障碍了五道之门。下面讲逆向前，见不见是二边，同不同是性别。逆自性，且不见甘蜜弄人心会礼拜会相。逆向前，向前就是讲拄正啦。讲你拄正伫咧讲叫做见，或者是叫做不见。那么这呢是二边啦。那这向前呢，除非讲叫做拄正意思以外，也有包含着讲你拄正向前来问我，就是讲你进一步咧，问我讲我伫咧坐什么时阵，到底是见不见？那么你所讲的这个见不见，你又执着在这个见或者是不见啦，这就是二边。这个二边呢，就是讲偏在见，或者是讲偏在变，做不见的这两边。那偏在见，或者是讲偏在不见的这两边呢，就唔是属于正见。所以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甲这个心慧讲，你是一个知解之道应该啦，伫这个所在就是有迄个意思伫咧。讲同不同是性别，讲你这个听，或者是讲未听，这就是性别。那讲就是性别啦，就是讲无甲你拍，迄个时阵你未听，即马甲你拍呢，你即马就听起来。就是讲生起一种会听的感觉。但是这个会听的感觉呢，毋是讲永远都伫咧听。拍落去，有经过一个时间了呢，就袂听啦。所以这个听佫无去这个无就是讲听的灭掉。所以就变成讲听的生，听的灭，安尼叫做是生灭。那这个二边啦，或者是生灭啦，这拢是属于世间的这虚妄以为之法，这呢毋是得之真理。讲逆自性，且不见甘蜜弄人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真正无客气来甲伊指责。讲你的自性呢，你自己而且你都袂当好甲伊见着。你敢要安尼来弄人？这个弄人就是讲要捉弄人。咱讲捉弄人呢，在前面，因为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知识远来艰辛凡将得本来晓。若有本即合失主次说看。迄当时阵，心慧就甲伊讲以无主为本见就是主。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哎呀，你这个囡仔，你安尼真正无考虑，你就随便将一句话讲出来。心慧呢，回头佫甲伊问讲，何相作善，凡见不见讲你到底坐什么时阵，到底你是有看到还是无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呢，要进一步甲伊考试，就将咧适当甲伊拍三个。毋讲你到底会听袂听？
迄当阵新会甲讲也听也无听啦。你看，这安尼是毋是伫咧叫做愚弄人呢？意思就是讲，你自己都无得到明心见性，也你学一寡即个道理，听到一寡道理，你就在即个喙尾底下伫咧搬来搬去，安尼呢就敢甲我来伫遮辩论啦。意思就是安尼来甲责备。新会礼社礼拜会社，迄当阵即个新会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安尼甲指责了呢，就礼拜，就向慧能大师顶礼就甲拜。会就是讲忏悔，谢就是感谢，就是讲本来即个新会啦，伊在新秀大师遐也已经有听一寡禅的道理啦。当然听是有听一寡，也听一寡了呢，伊就认为讲已经捌啦。事实上，伊听呢，只是听人讲尔，并毋是事实上伊自己的体会。伊就自伊所听迄几句话呢，就提出来要甲六祖慧能大师来辩论。这若咱讲一句土话，讲哇，这还阁早咧啦。为什么伊是一个囡仔而已而且呢，才开始伫咧学习佛法尔。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一个祖师。你一个囡仔也开始学佛，开始接触佛法，你哪有法度好甲一个祖师来辩论呢？实在是还阁足早咧。伊确实敢甲伊辩论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甲伊指责讲：你自性请不见啦，甘密弄人这个新会迄当阵呢，伊就心服口服，毋敢搁再控告我们，毋敢搁再甲伊辩论，就赶紧甲伊顶礼，甲伊忏悔，甲伊说谢。即马讲到这个所在呢，我爱在这个所在补充几句，就是讲有一寡人呢，也是共款，伊听几本经的道理，或者是讲看几本经的注解，或者是讲伊看几本经的正文，伊即摆呢就自伊所看或者是讲所听的呢，拢甲记起来。即摆记起来呢，就甲人辩论，甚至呢，伊自这个要来质问人。事实上，伊本身捌呢，伊本身不一定是捌，所以就互我想起在差不多20几年以前，有一个韩国的法师来啦，因为伊也讲日本话，我就对台北伫咧甲伊带参观咱全省的寺院就参观甲屏东，甲屏东一件事也有一个在家技师，咱平常每一个人拢甲伊称呼讲是一个老技师啦。可能伊本身呢，伊也认为讲伊对佛法呢真正了不起，所以到屏东这件事，迄个技师呢就要来考这个韩国来这个法师。那事实上，韩国来这个法师呢，伊是属于做客种的人，对禅的意义呢相当有研究，对华严呢也相当有研究。迄当阵两个讲话讲袂通啦，那迄个技师呢就写一句话来甲问，打机锋啦。但是呢，迄个韩国来迄个法师随时我那是笔举来都甲写，甲回答倒转去而且呢回答你非常非常的适当。迄阵我心肝都在想讲，哎呀，你这个技师实在是真正无礼貌。咱外国来的一个出家人，你看人过，你认为讲哇，你真牛，你就写一首写一寡道理要来问人，是毋是？讲问看问个倒袂？问个倒呢？你认为讲我真牛，我将你这个韩国来法师都甲你打倒了。抄这款的想法呢，这是非常要不得。甲人讲自己实在有这个本事，自己呢实在有这个学问，应该较谦虚咧，应该较客气。安尼才是咱人所有的人生修养。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所讲，你自性请不见，甘密弄人。这就是对于新会的一个教训。新会和六祖慧能大师甲伊教训了呢，就向六祖甲伊礼拜甲伊会谢。最虔诚听众，
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或者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